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坚。讲到天气最近是愈来愈热，这环境部长是头一届行动演练，来模拟咱台湾若是连续3天拢超过40度的高温，咱政府是要安怎来应对？另外，这环境部也推出量色地图，有超过90%的所在会当提供给民众去测量。热人讲啊，最近欧洲小影引起的灾情是真严重。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6月2日到今，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个死亡的案件是甲高温有关系。而到咱环境部有模拟气温连续3天超过40度的情景，建立应对的流程，包括气象署会发布高温警报，地方政府安排喷水车甲路边降温，学校暂停户外活动，卫福部嘛会启动热伤害医疗服务等等。这个热浪的问题不是天气的问题，是治理跟经济的挑战。所以，如果说这个极端天气，其实在全世界都说这个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势必要跨部位，特别是公卫，特别是经济的冲击都要算得清楚。那我们这次的完成之后，我们希望就会再来邀请企业一起来参与。气象署指出，自这礼拜开始，就是热人的天气形态，各地拢会是侪云到烧热的好天。自7月初1，也就是拜三开始，连续一礼拜的高温，拢有可能超过36度。紫外线也会超标，民众出门就要防日头晒，加啉水，才袂着霜。今年的话，普遍是32到34度，局部特别是中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来到35、36度。而在明天，也就是周二，一直到未来的一整周，普遍温度大概是32到35度左右。那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温度要来到36度左右。针对热伤害，卫福部也有提出5个急救的措施，包括先透凉、烫衫，嘛要注意散热、淋水加送病院。环境部也有推出亮色地图，全国有9000外的地点，通互民众去觅日头。嘛提醒民众面对高温，要随时注意身体的状况。记者顾佑记者桂林台北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同款是真烧热。气象署是针对11个县市来发布高温警讯。这西北部是33度至35度，大台北地区甲较无刮海所在，可能甲36度左右。咱来看温度。今仔水气减少，各地是侪云好天。敢若伫咧食方面的恒春半岛会落小可雨，若是过昼了后，中部以北各山区较会落西北雨。嘛提醒观众朋友爱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今天气热，伫咧高雄的捷运公司是规划伫咧轻便铁路甲捷运的人行路口，先经3个所在出来置办，插一支大雨伞来炸热，会去看使用状况，才决定刚要扩大置办。日头请赢赢，虽然顾性命，行伫咧高雄市的人行道，有人戴帽仔，有人举雨伞。台北若是到热天，高雄的天气是热到要互人昏去。高雄市捷运局和高雄捷运公司要伫咧轻铁和捷运的交界3个路口的人行道置办用手启动的热炸伞，2到透早正式起工。我觉得很漂亮啊，应该多少就擦吧。你再拿把伞，然后再站在下面，应该是不擦。遮阳设施特别采用轻量化构造设计，整体外形简约轻巧，以不影响捷运及道路行车号志、标志辨识为优先考量，同时具备人工易收折、方便后续维护等特性。热炸伞若是开始用，足侪等车红灯的过路人，拢会当徛伫咧下骹热日。足侪人认同这个措施，不过嘛有民众认为上午的效果是赢所有的方式。嘛有人烦恼讲，若是做风台，也是天灾的时阵，安全防护措施要安怎做？很多最近的一些企业弄运气的时候，就是有的路口，如果风比较大，如果这个情况下面好像应该有一点。过去高雄嘛，伫咧凤山区的南京路、国兴街罗南的慢车道机车停单区，试办机车热日平，啊，毋过却因为欠管理、用户的成本等等因素，最后甲拆掉。即摆是要学韩国伫咧街仔头设置热炸线，嘛伫咧高雄试办，每一个雨伞大概伫咧30万以内。高雄捷运公司就讲，试办的阶段若是无算长，也是其他无预期的缺点，这个雨伞就会继续用。煞尾是毋是会增加试办的地点，就要看市府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前一阵啊，伫咧网络顶有一段影片，是有一个中国人走来台湾，唔那甲入境的过程拢翕落来，甚至佮偷翕机场内底管制区。影片内底佮一直咧发中国台湾。这移民署表示讲，有掌握到这个中国人身份，限制伊2年内拢袂使佮入境。一个中国旅客团去年11月来台的 Vlog 的影片，除了真侪解讲到中国台湾超大咱国主权，飞机降落时阵，佫故意用5000旗惹通机场的中华民国国旗。这个旅客好亲像用 Vlog 器专程录影翕入境过程，包括偷翕同时要检疫的这群人员，也佫证照查验等管制区外面，这行为拢已经触发。移民署嘛掌握这个中国人身份，提出禁令。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主要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移民署讲，各个国际机场证照查验区拢有设严禁翕相加暂停使用手机的警示标语。通机场现场嘛看会到旅客检疫区、护照查验区拢有打禁止摄影。机场管制区包含安检区、证照查验台、海关查验拢袂使翕相。随便翕敏感画面，恐惊违反入出国家移民法，违反规定的会当处暂时留置。不可取啊！对啊，就。查资料，禁止他入境啊！不管在大陆在哪边都不能拍摄嘛，那你在这里当然就更不能拍摄啦。所以是不赞成这种行为。另外，有中国查某人去年10月申请来台，暗过互人检举，伫小红书发布影片，讲咱国中国台湾移民署认定伊恶意抄打中华民国尊严，拒绝入境2年。虽然这个查某人提出诉愿，暗过也是互行政院驳回。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英强带团去参加中国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讲两岸不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这陆委会主委曲水成是表示讲，中国官方要叫人去参加活动，特别佮针对16岁至45岁都用免费交替，有统战嫌疑。台湾是中国不可缺一的。由中国官方主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广东开幕。淹过一个自称台湾青年的查甫人，就是到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孙中山的铜像献上以中国台湾为图的大型徽牌。陆委会批评安尼说已经明显降低台湾。那安尼为了招募台湾青年参加相关活动，中国更加推出16岁到45岁台湾青年山顶落地了后，接待秀大景点参观全部免费。中国大陆并不会对他的中国大陆的人民有这样的优惠。这就明显有统战的嫌疑，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听到他统战的叙事。除了建议青年尽量卖去，注意曲水成也提醒，在学校时就应该培养两岸关系甲统战本质认识、解脱能力。这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拄是孙中山诞生160周年，对话讲大约2000人参加，是历届规模上大。经由系列活动，强调要弘扬孙中山的精神，强无中华民族复兴。国民党副主席张荣光率团参加。中国国民党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张荣光到孙门较早捌大过所在时，讲到陆委会本身的存在，就是国民党对两岸关系讲述是互相相连的，也就是两岸不是国甲国的关系。陆委会批评这是对中国讲的。张文公主席在大陆的访问，我们协助陆委会来维持两岸这个和平稳定的关系。陆委会感谢国民党都来不及了，今天怎么还好意思来批评国民党？陆委会是我国政府的机构不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两岸关系没有台独的问题，只有被中共强制性统一的问题。国民党阁讲到，到对华交流是为了促进和平。也那曲水成是强调，政府致力维护台海稳定，立场一直真坚定，就是维持现状，呼吁相关的人莫挑工来引起两岸关系紧张情势。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即马 AI 大发展，真侪人会收录往生者在生时相关的影像加声音，利用 AI 制作来纪念。不过，这立法院法制局报告就指出讲，咱现有的法规对死者的所谓人格权保护不足，若是乌白使用，恐会对家属造成第二界伤害。也学者是表示讲，年底就要选举啊，都惊有人利用 AI 来扰乱选情。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希望我能在你们的身边，
给你们问他合理啊。替爸母加油，这毋是吴东学在生的录音，而是爸母收集伊在生前的影像声音，佮利用 AI 制作出来声。真侪人会利用 AI 互过身的人所谓互换。也过立法院法制局报告指出，现行法规对死者名誉甲所谓人格权保护不足，若是用乱用，恐惊造成这个家属第二摆伤害。其中的第5条就是要避免人工智慧的使用，创造出偏差的讯息以及资讯的误导。但是政府应该要赶快订立相关的执法。这个跟用 AI 技术来创造虚构一些不实的内容，其实呢，它已经超越了之前法体制它所涵涉的范围，的确是需要比较能全面性的涵盖。法制局报告认为，刑法第312条虽然对死者侮辱、诽谤这行为有处罚，属告诉乃论，轻罪而且刑责较轻，也过 AI 生成的深刻影像可能徹底歪傳死者在死前的形象，為着互刑法規範更加周延，並且顧到死者名譽，建議應該認定用電腦合成這科技製作不實的影像，辱罵死者罰則，相關會使加重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警示9合1大選年底要舉行，若有什麼人士利用 AI 甲已經過身的政治人物互換起來，可以支持某一個人也是幕後對手，恐驚來影響選情。那它可能会造成民众的一些误认，甚至会造成民众的一些误判。这个部分国家必须要强制力，要求社群媒体或者相关的中介业者啊，立刻配合办理。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是有必要啊，明定的法律。选办法对侵权已经加重刑责。根据选办法第104条规定，利用深度假造声音、影像、电子记录、散布谣言，也是传播不实之事，意图互人无当选，应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过学者认为，法令规定对象敢若限伫换掉的人，也若所谓互换的假信息，往往伫真短时间就使来影响选情。上界重要是检警调查单位必须能力真紧来鉴定影像真假，并且要求随摕来，也建议爱订定更加明确法规，爱互社群平台伫假信息发生时，就使配合甲相关的假信息摕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行政经贸办公室前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传讲在世时遭受到工课场的霸凌。行政调查认定，总谈判代表政务委员杨振年霸凌成立。这动态只是讲7月初1开始暂停职务。该是《自时报》。财政部今年下半年统一发票分段对奖500块奖项，按算要加开20万至40万组，详细也等今年预算审查状况才决定。最后是《联合报》，南韩政府宣布讲，三星电子甲 SK 海力士带领要推动3大超级计划。这投资半导体甲 AI 资料中心甲机器人，按算要讲大票37条，并全世界 AI 领先地位。国际上紧来看，美国甲日本即阵当咧联合军演，同这时间，日本的防卫大臣可以指明新之郎去访问韩国，甲因的国防部长来会谈，针对罗西亚甲北韩的军事合作，讨论未来要安怎来应对。以106式机动战斗车为主的日本陆上自卫队装甲部队，29日九州大分县的日出城台演习场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本来嘛要参加演习的最新型106式主力战车，因为4月伫同一个场地发生炮弹伫炮塔内爆炸，致使车顶3死1重伤的事故。日本方面决定无要参加这届实弹射击。大可经济质量的美日联合军演，为2021年开始同年举行，主要是陆海空联合快速部署，强化离岛面对敌军威胁的防御能力。因为无人机这几年伫实弹当中发挥具体的效用，这个演习嘛特别纳入无人机的操作演练。伫演习期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北去首尔的访问，甲韩国国防部长安奎博会談，兩個人講會盡力實現朝鮮半島的完全非核化。の間では6回目となる日韓防衛相会談を開催しました。前例のないペースで会談を重ね、こうした事実こそが今までにない日韓の良好な関係、そして防衛協力、交流の取り組みの積み重ねの証だと思います。除了包括人工智慧在内的国防科技合作，兩國軍方嘛要建立糧食加燃料等補給物資的合作。針對27中露兩國軍機聯合巡航東海甲日本海，小泉進次郎嘛佇會後的記者會批評這是對日本的示威行動。27天的中露聯合戰略巡航，由羅西亞甲中國攏總10台戰略轟炸機、空中預警機抑個戰機，佇
东海天顶汇合了后，持续射日本的四国岛外海，再个射去日本海天顶。日本出动 F-35甲 F-15潜机执行监控，另外中路军机也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所以韩国空军原来紧急出动战机进行拿查监控。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以6-3的票数认同美国总统川普会当伫任何理由之下，甲独立的监管单位官员换掉。不过另外一案是以5-4来封杀川普，甲美国联准会理事库克开除的命令。美国联准会理事库克真紧就行过去，身躯边维安人员甲人拢挡掉咧。这个美国联准会100档历史以来头一个非裔女性理事要去也是留，真做是媒体的焦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重大裁决，以5-4的票数正式阻挡川普总统甲库克改评的想法，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No procedural due process before removal, no judicial review after removal, no preliminary injunction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and a conception of cause so capacious. 库克是伫2022年就任联准会理事，由前总统拜登提名。面对川普政府指控库克触贷款诈欺，伊的律师伫法庭反驳。首席大法官罗伯兹表示，照英国的库克互人改执进前，有权通过知影，而且进行答辩。若准全部拢接受川普政府的立场，等于是温准总统会当随意来改换联准会理事。The Fed does not belong to Donald Trump. It belong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e're here today to stand with highly qualified Federal Reserve Governor Dr. Lisa Cook. 另外，最高法院也做出一项受人注目的裁定，川普开除联邦贸易委员会民主党籍委员史劳特这案，是以6-3的票数认定川普合法。外界认为这项裁定扩大总统的行政权，川普家己也形容这是重大的胜利。I don't think so. It gives me the right, and not me. It gives a president the right to do what the president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do,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两项最高法院的裁定，一方面把联准会的保护线守护掉，确保联准会的独立性；也毋过另外一方面，煞扩大总统 Trump 改评的权力，令到 Trump 会当用任何理由改换独立监管机构的官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东的局势，看这巴基斯坦礼拜是对阿富汗边境来发动空袭，派出地面部队造成数十个人死亡，900人受伤。په کم 12 بجې ټول خلک خو بیا ولي وو مقصد دا تیارې راغلې په دغه پورې حمله شروع کړه په دا کې ماشومان ښځې زنانه سپینګیري ټول خو بیا ولي وو。巴基斯坦表示，因为无辜的民众遭受到无端的恐怖攻击，因才会出手来反击。不过，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是批评这巴基斯坦，讲因的犯罪暴行造成38无辜的百姓死亡，163个人受伤。继续来看，为了100年的大地震，到目前这国际上已经有21个派出搜救队甲医疗团队提供支援。美国也暂时解除一部分的制裁，当地病院是客满受伤的民众，佮有找找失踪亲人的家属，也传出讲有人趁混乱的时共手夹。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交火的卡地亚，病院外口客满召集等待消息的家属，提手机确认名单深受亲人的名字。院方指出，目前来受伤人数已经超过负担，在乎医疗体系用力紧绷，家人在混乱当中尽力维持上给很多的基本照顾。东寨区拉瓜希拉的搜救队下骹，虽然已经真少无生命现象，真侪家属犹原无放弃家己的乌骨等待奇迹。毋过国难的时阵，竟然有人趁火的抢劫，北部港市卡提亚拉马尔超市甲店头拢被抢劫。Eso era un automercado full, lo dejaron sin nada, lo metieron por ahí. ¿Tú crees que es justo que nuestro pueblo se coma el fuego? 目前强烈地震受灾人数680万，全国各地民众拢挺身而出，为失去一切同胞关食物、水甲必需的物资。真侪地震时阵，人伫海外委内瑞拉人看到故乡有困难，赶紧回国斗3工。巴拿马国际机场即被出现真侪坐飞机回乡的人。
querer llegar a tiempo, que es lo que más me pegaba a mí, tipo, ya sé que mi familia está bien, pero querer volver a ayudar, viendo a mis amigos todos bajando a La Guaira, poder ayudar y uno。国际之间也春错还手一支阿根廷救援队到受灾上严重的地区，为受难家庭带来新的希望。We don't have any heavy machinery. A huge number of rescue workers have come to help, and they're giving it their all. 目前已经有美国、德国、法国等21个国家派2600个搜救或者是医疗人员，加将近140架搜救犬到灾区支援人力、设备加救灾物资。原本因为强烈地震严重受损的西蒙玻利华国际机场已经开放部分的跑道，互军机降落。美国海军运输船也在研发准备，随时转接受重伤的人。美国财政部也宣布暂时放零加人道救援相关的制裁限制，运船救灾所需要金融交易进行，希望赶紧和国际之间的援助能送到灾区。公司新闻是会中订阅。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西非国家加纳首都阿克拉落大雨做大水，造成3个人死亡。首都目前是一片混乱。这加纳总统表示，这届灾情除了是气候变迁造成的，甲危险也有真大关系。美国甲伊朗因为商船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搁在互相呛声。目前就传出讲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关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双方是按算今日会伫咧卡达的杜哈进行会谈，解决争端。因中东的另外一个战场加沙走廊，以色列是搁再发动无人机的空袭，造成5个人死亡。另外，也伫咧约旦河西岸大死一个15岁巴勒斯坦的少年人，讲是因为伊乱弹就逃。当然，看咱国内目前台湾移工的状况，那根据官方统计，对印尼来的有甲33万人上介济，佮就是越南、菲律宾佮泰国。也敢要去引进这印度移工，目前伫咧公共政策平台人数有将近45000人来发反对。劳动部表示，详细会搁在评估无推动的时间表。他们每年来台湾。真热情介绍伫台湾生活期间记录的旅游故事，抑个后生伫台湾出世成长的过程。这对印度翁仔某已经来台湾生活至少15年，翁婿是专业的工程师，家后白心怡是一个英文老师。伊国家印度朋友组成印度舞团，嘛担任时装 model， 用各种方式和台湾人熟悉印度。里面的，我觉得不是的 reality。这里来的很多印度人是 extremely hard working, respect 这里的 law。第一季，是这4集。那白心怡有这种感觉，伫台湾接受教育，得到教育博士学位的伫台湾印度人李丽君，伊先用家己对华语的了解，主持节目介绍印度文化。像讲伫国际有假日的活动，担任教育人员，帮助台湾人熟悉印度。伊嘛感觉部分台湾人对印度有少误解。台湾的少数人，对印度会有一种恐惧。台湾新闻有多少这样社会新闻有多少负面的案件？那我们也不会用这个标签贴整个国家。台湾因应产业欠工，偏过引进印度移工来填补劳动力，不过嘛引起反弹。翁新汉今年伫4月头一届具体讲出印度移工上紧今年可能引进，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求停止引进，差不多有4.5万的民众响应。民众烦恼除了冲击本土劳动环境，也有部分民众因为国际新闻对印度性侵案件报道，烦恼台湾女性的人身安全。日本跟韩国在开放引进外籍人力这个部分，最近速度是非常的快，增加移工的来源国不止印度，其他国家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推动的。除了执政党之外，其他政党也都担心了，这个事情会影响到选票，不能解决失联移工的问题啊，还是有很多国人他对于引进更多的移工，他会有很大的顾虑。或者讲，台湾的移工主要是印尼、越南、菲律宾加泰国来，若是甲日韩比起来，移工台湾国较少。开放印度移工是一种买保险的概念。专家讲，加了解印度的文化真重要。留学生也好，移工也好，我们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做更多资源的，就是研究探讨。考量民众对印度移工是不是开放真敏感，劳动部是讲，爱伫企业有需求，来源国这篇方案符合咱方的要求，才会公告印度是新的移工来源国。目前无时间表，嘛未随便开放。
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是有诈骗集团透过抖音、TikTok 等社群平台，讲会当免费来领这游戏币，怪各种学生来加来，骗到因的手机号码，再甲这学生用的号码绑伫诈骗设备顶头。这种话导致各种生安尼去用骗去，一天去用头卡900通的电话出去。社群内底电影讲会十四未成年网络世界，父母爱安怎把关呢？会看他平常在看什么东西，现在不会给他赖的权利，所以就是会去控管他。他除了放学在大概6点到8点能用手机以外，其他就是要该洗澡、整理书包，让他们睡觉。这hiệu大伫上述群耍手機看社群的時間增加，和刑事局緊急示警，已經詐騙集團專經未成年下手，靠騙取簡訊的 OTP 驗證碼，開通電信的支付登記服務，將利銷手機門號別家詐團的設備做詐欺工具。这个电话被开通了所谓的这个1号多机，也就是这个 One Number 的这样一个功能，打了这个超过上百通的电话，那其中就有民众反映这个电话内容是属于这个常见的假检警诈骗。警方接到报案，将校高中生看抖音，为领到免费游戏币无限制就限制，那提供手机号码搁2摆交付 OTP 验证码，结果互诈团滥用骗人，伫一天之内拍将近100通电话，又问何时登记伫家长的卡，电话钱向保证手机也被通报接达停会。家长可能只知道给孩子手机方便联系，可是却没有告诉他，就什么叫做个资外泄的一个逻辑。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家长的陪伴跟就是理解孩子现在在参与什么样的活动。面对青少年网络议题，监管基金会建议除了要强化儿童个资意识，最后照顾者也要注意囡仔手机的使用状况，建议电信业者甲相关单位公布发送验证简讯到家长本人手机加设一道防线，避免囡仔被诈骗来利用。记者综合报道。电讯消息来看，新北有警察伫咧巡逻时接到通报，有人接毒骑车。这姓周的查甫人，佮想要让警察找机会逃走。这现场压制了，果然是验出毒品的反应。敢若1月到4月，这今年接毒赛车就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啊！监视器翕到这台机车路线无稳，差点踩到其他车，关警接到通报了，赶紧去查查。卖叮当，卖叮当！哎呀，创啥啦？你要走啊？这查甫人开始是惊做配合，想要到马上发动引擎，想要冲动了后绕跑，互关警压制在地。29早起，新北三峡关警接到通报，有技术是吸毒中毒，那查发现已经用过渐冻以外，毒品快态也是阳性反应。盘查过程中，企图冲撞逃逸，并在身上起获电子雾化器1组及毒品残渣袋等证物。苗栗州分警方自北半暝顺路经过信东路时阵，发现一个查某人骑机车超速伤过紧，而且沿路无拍方向灯，向前查查发现伊接毒中毒。另外，伫嘉义市西区一到透早3点外，一台小客车也驶无稳，警方查查时阵，驾驶是大油门逃走，沿路搁弄到3台放伫路边的车，了后搁想要弃车逃走，所以马上互关警制服。五险对伊头米酯及凯他命均呈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罪嫌依法逮捕。虽然检查食毒赛车，不过也是真侪交通部强调，这个月开始第一摆将食毒赛车日都按统计资料。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1到4月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有897人，比前2个月死亡数增加将近1倍。另外，今年1到4月因为食毒赛车已经造成9人死亡。目前还没有去细分。那我们希望从我们的资料里面，我们会跟警政署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些资料的探索，就是吸毒人本身或者是造成其他人的受伤，我们希望可以再进一步的分析。交通部表示，会透过详细数据分析、加研究手法，加上配合严格查缉，来降低食毒赛车造成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又搁发生伫咧病院内底拍医护人员的社会事件，一个26岁查某人陪朋友去高雄的大同病院挂急诊，伊本人是无挂号，却要求这护理师爱替处理空喙。
这护理师甲讲，爱照规矩先去挂号，无受到讲这查某人就起骹动手安尼拍护理师，警方是依上发办。警方接报了后，来到急诊室，甲这4天的查某人讲，因为涉嫌触犯医疗法，要甲抓起来。你这要被逮捕了。对，麻烦你自己配合。这26岁查某人顶礼拜六陪朋友到高雄市立大同病院急诊室看医生，无办挂号手续，就走入去急诊室，叫护理师甲伊处理空碎。护理师甲检查对方并无明显的伤势，请伊到检伤站依照规定去挂号，可是互这查某人甲拍。将女镜情绪失控，徒手攻击38岁的林姓护理师的胸口。那警方迅速控制现场。大同病院伫事件发生的时阵，是进行院内医疗暴力应变机制，并且通报予相关单位。当日经过评估，身体无要紧，病院也真关心追踪当人的身心状况，也保留这相关法律的追诉权。专案建立司法的程序，会配合线来调查。也讲院方对着任何形式的医疗暴力是袂容忍的。在执行业务的情况之下，遭受不当的对待，就是职灾。3个月开一次会的职安会议里面才会知道这个讯息，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关怀这个员工。大同病院工会相关谴责医疗暴力，也认为护理师伫工作场所向暴力来对待，恐惊已经牵涉职业灾害。可以理解病人身体病痛、情绪什么比较不稳，对，但还是就是动手打还是比较厉害。警方讲，这查某人是现行犯，该抓起了后，依照涉嫌违反医疗法罪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也提醒民众，若对执行业务的医师人员强暴也是胁迫对待，相当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并科30万块，可能也阁面临行政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若是去感染到这 HIV， 到今虽然是无法度完全好起来，不过若是有稳定咧食药啊，这病毒的量也减袂到，就袂传染给别人。这边原团体是希望讲会当透过卫生教育，降低民众对 HIV 的感染者的歧视甲误解。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后壁这台货车是直接围到宣导车，准备驶台湾6岛，提醒民众对艾滋病正确认知。艾滋病虽然目前也无法度完全治疗，不过若有定期咧食药啊，验袂到病毒量了后，就袂感染给别人。7月初2是优等于优日，这是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伫2023年发起创立的节日，希望推广测袂到等于袂传染的观念，降低社会对艾滋感染者的误解甲歧视。这个实验说啊，如果有1000对伴侣，那么一方是有 HIV 感染者，一方是没有感染的人，只要这个有感染的伴侣呢有吃药达到测不到，另外一边呢，那再统计起来76000多次的性行为中，都不会得到传染。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台湾2024年艾滋病通报人数有590人，2025年降到533人，显示民众对预防性传染病观念愈来愈好。另外，疾管署嘛宣布未来要放另外一艾滋感染者治疗补助对象。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目前正在进行一些修法相关的程序。那估计大概每年会额外要增加2到11位。疾管署宣布拍算增加有咱永久居留许可的外籍人士，甲有合法居留啊未满18岁的外籍人士。疾管署表示，修正草案拍算7月提报，8月160天，若顺利完成定书，望伫今年尾实施。希望家伫台湾的外籍感染者嘛列入治疗甲追踪体系。记者郭金王之讲台北报道。该看，若是中风的病人，若是量早接受高强度的复健，这失灵的风险就让降低真多。健保署是后个月开始，要伫全台湾经8间至10间的病院推动复健病房的试办计划，相当会当提供180天的照顾。不过有这护理团体是关注讲会增加负担。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也毋过长会是无代表就是健康哦。根据卫福部预估，今年2026年适龄的人口会超过90万人，若2031年会达到120万人。为着迎战100万适龄的海啸，健保署自7月开始来推出复健病房试办计划，相当会使提供180天整合性的照护，互中风的患者会使减少适龄的机会，互因刷落来转去厝的，也个有咧做长照的时阵，拢会使更较轻松。
透过高强度的复健搭配居家环境模拟的训练，最重要就是它能够在中风后短期接受高强度的复健后降低失能。健保署表示，这个计划会以地区也个区域病院为主，若病院需要有脑血筋疾病照护经验的专任复健科医师1个人以上，另外嘛需要有物理治疗师、护理师、社工等等的专任人员。若病床数袂使比30床搁较少，上济是袂使比60床搁较多，而且应该优先设伫咧急性后期照护病房，叫做 PAC。不过，护理团体就烦恼3班护病变也未正式上路，若是新政策欠配套，恐惊会增加护理人员的负担。人力他要怎么样去克服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是常常都没有告诉我们大家他怎么处理。然后医院要怎么去遵守？建议健保署应该要审慎的来评估参与医院的人力及资源配置，同时也要规划完善的出院后长照衔接机制。健保署强调，复健病房的试办计划就亲像复健的补习班，会使让脑中风的患者出院了后，把握黄金期，赶紧来做复健，有机会将过去生活能力甲找倒转来，甚至转去做工课。若目前已经有26间的诊所，也有病院提出申请，会经北中南东总共8间到10间的病院来做试办，预估会有1600人受惠。若顶礼拜健保强基会嘛已经通过，会开21亿投入护理相关病房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今年头一季，这全国加拿大老人的这厝体数量甲户数就超过92万户，其中若是独居老人的就超过70万户。我无是表示讲，65岁以上的独居是大人，若是有身体甲虚弱的状况，需要别人协助，拢会当来申请长照的评估甲相关的服务。75岁杨女士一个人住伫台北市东区某一个公寓大楼，伊逐工早起去运动，下晡甲朋友上路练课程，生活真充实。虽然伫台中有家庭的后生，问问伊是毋是搬去台中做伙住，毋过伊也是决定，家己一个人伫台北生活较自在。台北还有好多好朋友，对，台中比较都是亲戚啦，可其实大家都有工作啊，都各做各的事情啊。包含家有漏水。帮家的换灯管都会请我们理办来协助，所以专门我一定会协助。那有些住在公寓的，他没有办法下楼，那还会通知我们办公室，我们没办法去拿药。像杨女士这种独居老人袂少，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全国敢若老人伫住的主体数量挖近92.34万间，从统计以来升悬。其中双北市、高雄市敢若老人住的主体就突破10万间，三大都会区合算老人伫住的主体超过42万间，占全国比例差不多4%5。进一步分析发现，敢若2个老人伫住的主体有19万外，敢若1个老人伫住的主体，原来头一届突破70万间，达到71.36万间。很多的独居老人可能也都很健康，可是他一旦一个跌倒，可能这样一个跌倒或一个疾病的转换，会造成有临时性的一些身体的变化的时候，如果没有建构一个安全的求助系统的话，那就很容易比较会造成后端比较严重的遗憾。卫福部讲，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独居长辈，若是有身体虚弱等需要协助的状况，拢会当申请长照评估加服务。独居长者如果是经过我们评估符合适能等级2到8级的话，那他就可以使用我们的长照及支付服务。那这些服务就会包含了照护及专业服务、交通接送、辅具及无障碍环境改善，还有喘息服务。民间团体分析，个人独居主体持续增加，甲民情观念转变有关系。大部分的长者选择无要甲子女做伙住，嘛较爱伫厝的养老，呼吁政府推出孤独出风险计划，招中高龄的人做志工，打造社会互助生活定期轰炸，也当避免或者独居的长辈变做诈骗集团的目标。记者采访报道。那讲到台湾的音乐是多元又个丰富，不过早期那亲像望春风、妈妈请你也保重，拢是禁歌。你中华嘛有一场禁歌的展览，咱也做回来参观看卖。山顶的乌狗兄，妈妈请你也保重。这歌传唱几50档的台湾经典歌曲，过去拢捌是政府查禁的禁歌。即阵台湾歌曲的创作自由多元，但是伫过去威权统治的时期，若是牵涉到批评政府、敏感话题等等的各种理由，拢是政府查禁的禁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中华分署当咧举办禁歌禁曲展览，要互民众了解台湾过去的歌曲审查制度。
啊，看了是感觉讲，哦，原来以前的社会，感觉即摆社会其实真的差足济，最欢喜家己会当伫即个自由的年代安尼。即个歌拢定定听到，啊，即摆会当想着讲，以前袂当听，即摆会当听，啊，对这鲜明的拍拼甲奋斗，我感觉足感动的。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中华分署甲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合作，为6月29开始举办维权统治时期的台湾禁歌档案展，展出当年歌曲审查的公文、查禁的歌本、审查报告等等的资料。亲像这张广播电台记录表，就是当初政府监听证据。咱台湾人爱听歌，爱听台语歌，迄个歌曲咱政府家会禁掉，透过电台咧。广播电台咧放这个歌曲，所以讲伊就开始针对广播电台开始咧监听。就阮了解吼，咱以前禁歌吼，差不多有1000多条，可能有的歌是因为讲伊唱起伤欢喜啊，有的是吼伤悲伤啊，互人感觉艰苦啊，所以甲咱即摆情形是无啥共款安尼。主办单位表示，这届展览为即阵展出到8月25，希望用音乐做媒介，互民众用较生活化的方式了解历史、思考言论自由甲创作自由的珍贵。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第2届台南二场杯台语文竞赛，今年是有100多人来参加。今年唔但有理音理行的比赛，也改良传统的报歌，改做是现代台语4句联，甚至是有人食到82岁学台语学1年，就来比赛，实在是有够厉害。大家拍开试讲，拼细写题目，有人也未4分钟就交讲。台南市台语文化班学会举办第2届二场杯台语文竞赛，成100多人来挑战。有比较语文竞赛形式的语音字形，嘛有模拟教育部台语认证的题文写作，那比实力嘛拼速度。现场有82岁时代学台语满1档就来参加，伊欢喜的分享讲，起头实在真硬斗，后来愈学愈趣味。头一个有一点仔困难，不过我去克服了，就慢慢啦会感觉足新鲜。我对台语的千美语到即马开嘴落笔，会晓用母语。理事长望台语会当世界开花。我就是其中的一蕊花。这摆试题是学会6月拄出版的2本新册。学会理事长黄良成讲，新册收录这3年来的创作，有400首情景式4句联，伊强调传统的报歌爱保存，即摆因结合图卡打造现代台语报歌。另外评审真肯定学员的表现，毋过嘛提醒爱斟酌台语的调和，现场去唱调和歌曲来加深大家的记忆。题文写作的部分爱较台语开，唔通受华语影响。台语有变调，用迄个变调了后去写，你就是变成有一个警察，伊你改的时，就会产生一个错误。题文写作较大的问题就是出现伫一寡华语式的迄个语法，比如派册包啊，伊就会讲派着册包啊，徛铁马，伊讲徛着铁马。台语是非常的文啊，无应该像讲过去安尼，互人感觉是。讲台语无水准，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阮台语文化班学会要来提倡社会对咱台语母语的一个观感。台语文化班开办第9档，学会讲印象大5望，就是希望通落实咧台南37区，每一区拢通设台语文化班的环境，要互水开的台语文咧大家日常生活恢复因过光景。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日本2000年大盛开放印度的 IT 电脑人才入境，到即马伫咧东京下岛郊外所在已经形成一个社区啊，在地搁较号做是小印度。面对着初到日本的文化冲突，当地要办真侪交流活动，帮助这些新住民会当互相了解、互相进步。鸡心豆也就是雪莲子、咖喱配煎饼，传统的印度菜。头家说是日本讲甲真好，即间伫东京印度餐厅，搁被当地传统点心，除了印度人客以外，也袂少日本人。SNS を見て、ちょっとディープなインド体験ができると思って、それで来てみました。来到东京的西葛西地区，走在路上可以看到不少外国人的面孔，而且走没几步路就有印度餐厅或者是印度杂货店，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日本的小印度。2000年为解决1000年危机，日本政府优先开放印度 IT 人才入境，豆豆成做印度人社区。根据统计，到2025年底，住伫日本的印度人有59000人，其中差不多8000人住伫西葛西所在东京都江户川区。虽然大部分是高收入族群，无带来治安的问题，不过也因为文化差别引起袂少冲突。
近所のトラブルになるケースが多かった。それはインドの人が話し声がうるさかったり、日本の文化習慣を知らずにご家族のお子さんが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スクールに行っていじめになって引きこもりになって。巴多在印度进行，伫遮成立志愿团体协助印度人用日本生活消除社会对因的期间，同时办交流活动，了解印度饮食、各种宗教等文化，反倒带起真侪日本人想要来了解。文化をお互い知らずに住み始めるので問題が起こっているのであって、少しでも文化を理解する、例えば日本の場合はそういう挨拶をしたりとか、そういう少しのことで関係性は変わっていくかなと思います。部屋が足らないしとか、あともう市役所のこととかいろんなところで、何でも漢字で書い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のところが初めての方がいろいろ困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そのところがいろいろ助けてくれるの。面对无法度抵挡的全球化，离开故乡的外国人安怎用字，本地人安怎接纳，正做彼此拢需要学习的问题。公司国际记者日本报道。天气报你知，气象署今日是针对11个县市发布高温警讯，在西北部是33度至35度，嘛提醒观众朋友出门爱加啉水，较袂着沙。下晡部天气写看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5度至36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地区26度至32度。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